大贤太子李成渊，复齐国为治10载，忍辱负重，功在社稷。今日归国，特赐滚龙袍一袭，即刻更衣，入金銮殿面圣。请太子殿下更衣。上一世，大秦建国不久，遭重兵诛灭。为了解决父皇的燃眉之急，父皇会年幼的二弟以太子之身，主动请迎娶齐国为质，让大秦得到庇护。10年前，历经艰难和屈辱，未曾有一丝动摇，只想着肩负起主君的责任。可殊不知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上一世，我刚刚回国，就被二弟宇文舍设计陷害，落下殿前失仪的罪名。不是，是二弟，父皇，父皇。后来我费尽心思，为大秦研发诸多利器，亦给李元省偷梁换柱，窃取功劳。直到最后，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，儿臣没有下谋反啊！父皇，有想起二爷啊！我的好大哥，你当真以为父皇什么都不知道吗？父皇，二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父皇，成渊，你就不该回来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上一世拼尽全力，只想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东宫太子名号，可换来的却是他们的冷漠和迫害。如今重活一世，我绝不再忍气吞声，势必与他们恩断义绝。大哥，父皇和百官都在金銮殿等着你呢，你怎么还在这换衣服？快随我入殿面圣。二弟，是父皇和百官迫不及待的见我，还是你想在众人面前治我一个殿前失仪之罪？大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想当年还是你替我入齐为质，难不成我会恩将仇报，害你不成？大前太子李成渊拜见。慢着，既然知道今日要面圣，为什么不更衣觐见？如此没有礼数，难不成是对陛下心生不满？陛下，圣人云：以礼治邦，以仪立身。成渊皇子刚刚回国，便无视礼法，藐视纲常，属大不敬，请陛下责罚。这要是在军中，胆敢如此不敬，便早就一刀铲了。太子，朕也要一个解释。父皇息怒，大哥在北齐为治10年，难免染上一些恶习，这才导致殿前失仪。大哥，你还不赶紧向父皇下跪，认错道歉？要我下跪？这他不记他！方才明明是你强行拉住我进殿，现在有什么资格让我认错？放肆！李成渊，你当着朕的面敢对兄弟下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皇，大哥说的没错，是儿臣觉得您与大哥一别10年，父皇肯定十分挂念大哥，这才着急拉着大哥进殿的。不曾想，却让大哥惹得父皇与群臣不开心了。这若是有什么罪责，儿臣愿一人承担。你好好看看，以德报怨，这才是大千皇子该有的气宇。父皇，您关注的点还真是与众不同啊！您没听清吗？
刚刚二弟说了，是他故意拉着我进殿，那又如何？二弟也是一片好心，倒是你因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，成何体统？陛下息怒，依末将看，成渊皇子是在北齐那种民风彪悍的地方待久了，缺乏礼教，不如送到末将的军中，让末将好好管教一番。管教？老子这次回来就是要闹得天翻地覆！你放肆！直呼太子名讳，你有几条命骨啊？大皇子，圣人有云：不以规矩不成方圆。你今日大闹金銮殿，上不敬君父，下不许臣弟，简直是……圣人有教过你，君臣有别不可一也。但是圣人教过你，在朝廷之上可以下犯上。哼！若不是我去北齐为质，为了大秦10年太平，哪轮到你们这些阿杂鼠辈在这里指点江山？回答任务！够了，徐成渊，你刚刚归国就这么暴力无度，挟功自傲，如此作为，将来如何让朕把大钱交到你手里啊？既然父皇不放心，那为什么还要教育我？什么意思？臣李成渊特请陛下废除太子之位。什么？真的愿意救助太子之位？没错，儿臣就为立齐地。人逆子，你想气死朕吗？你想违北齐，让朕的脸往哪儿搁？儿臣心意，望父皇成全。你，好，李成渊啊，李成渊，你的翅膀硬了，要走，立马给朕滚！你只要敢踏出皇宫半步，朕就把你开除宗籍，剔除你皇室之名。草民谢陛下开恩。哎呀，糊涂啊！娘，渊儿，为君者好学固然重要，但是也不要累坏了自己。渊儿，帝王之术犹如棋局，须看、须思、须审，方可成为天下共主。渊儿，渊儿。母后，孩儿回来看你了。自此之后，孩儿便会离开秦国。请走，李成渊，陛下已下令，封二皇子为太子。至于你，要想离开，能失去尸体。你就这么敢肯定要拿下？李成渊，这里都是禁军中百里挑一的好手，杀你跟杀鸡没什么两样。我劝你好好束手就擒，不要像先皇后一样负隅顽抗，否则死的就不体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既然你要死了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实话告诉你，你走之后不久，陛下便欲立二皇子为储君，结果先皇后不知好歹，居然当着群臣的面反驳陛下。陛下勃然大怒，于是就把他给杀了。原本我以为李公只是偏爱李元胜，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计谋。而我的母亲却沦为了他们父子二人狼子野心的祭品。该死！该死！他们都该死！放肆！出言侮辱陛下！给我拿下！你以为我这次回来没有一点准备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是北齐军神，80万禁军统领穆英，你怎么和李成渊搞在一起了？给我拿下！给我上！李成渊，你敢叛国？是你们先背叛我！当初我母亲帮助李国国位登基，献出了整个家族，而我为了让他高枕无忧，忠心为之整整10年，结果换来的什么？那又如何？陛下乃真龙天子，牺牲你们母子2人，为了大秦霸业，是你们的荣幸。荣幸？让你的荣幸见鬼去吧！记得托梦告诉李公，此仇不报，我李成渊誓不为人。起风了，大秦该灭了。陛下，成渊，臣见过陛下。你终于回来了，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上一世我被李元胜父子害死，萧礼玉听闻后，便召集3军，举国伐秦。只可惜，萧礼玉，你疯了！为了李成渊，你堂堂一个女帝，竟然御驾亲征，新秦2国之战，是又如何？我只恨不能像你们这些虫豸人不斩杀，为成渊报仇雪恨。报仇？你想的倒是挺美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齐国为什么会输？就是因为他李成渊亲自研发的火器。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讽刺？成渊，朕就知道你有惊世之才，只可惜朕不能给你报仇了。成渊，朕来寻你了！陛下，陛下！陛下料事如神，大秦确实对李成渊出手，欲要置其于死地，所以我们晚回来了一会儿。那接下来，您打算怎么做？陛下，臣要请战，讨伐大秦。好，
既是如此，从今日起，朕封你为齐国威武大将军，赐你大齐虎符，节制天下兵马。吾等见过威武大将军。臣李承渊谢过陛下。大前太子李元胜拜见父皇。好，好，好，快快平身。陛下，陛下，您让何素为您办的事儿，他办砸了，李承渊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何素呢？他身为禁卫军统领，到底是如何办事的？陛下，何素他被人给杀了。废物！一群废物！父皇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前朝有不少先皇后的党羽，若是这李承渊联系上他们，这大前必定动荡不安呀！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！北齐忽然宣战，80万大军现已长驱直入，据北城失守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李承渊，怎么是你？将军，1月之后打上前国皇都，用李光父子的脑袋来祭奠我母后在天之灵。是为什么？北齐为何突然袭击我大前？你们谁能给我一个解释？陛下息怒，臣也不知其中缘由，只知齐军的统帅乃是北齐女帝亲封的威武大将军，用兵如神。威武大将军，难不成是北齐的军神？母亲，据说那穆英也是威武将军麾下的一员主将。啊，难怪半日之内能连克我大前15城，就连北齐军神穆英都只能做他帐下一员。这等人才，为何不能被我大前所用啊？陛下，如此大才绝对不会凭空冒出。依老臣看，说不定此人根本就不是北齐之人。这先前说大哥他想回北齐，如今这北齐又忽然起兵，况且这威武大将军领军之名更是闻所未闻。你们说，该不会这威武大将军便是大哥吧？不可能！大哥那个废物为治10年，这期间恐怕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。文治武功、治世治国这一点，他连你1/10都不如。当年若不是我还要用到他母后背后的势力为朕卖命，他连做太子的资格都没有。陛下说的没错，只是依臣之见，眼下北齐军来势凶猛，我大前还需要暂避锋芒，查清背后的动机，再寻退敌之策。唉，话虽如此，可难道要朕眼睁睁看着北齐大军在朕的头上拉屎不成？陛下，臣有一计，我可替陛下分忧。太子殿下才华出众，若能出使议和，定能化干戈为玉帛。没错，陛下，无论他北齐以什么缘由打我大前，无非都是为利而已。让太子出使，便可以代替陛下您的天威。就连他北齐的女帝都不肯轻待，更何况区区一个将军？儿臣愿立下军令状，誓死效命。好，你们2人陪太子一同前往，务必把此事给朕办好。诺。报！大将军，
前国太子带领使臣特来求见，好像是要求和。议和，告诉他们，此战乃是灭国之战，结局只有一个，那便是不死不休。是。三位请回吧。大将军说了，此乃灭国之战，不死不休，不可议和。滚！这威武大将军到底是谁？还敢扬言灭国，这口气未免也太大了吧！哎呀，太子殿下，你也不用太过生气。两国交战期间，像这种莽夫啊，难免最没个把门的。咱们跟他们和好如初之后，您呢，有的是机会给自己找场子。话虽如此，可现在怎么办？咱们就空着手回去？不行，这是国新登太子之位后第一件差事，务必要办好，不然群臣怎么看待我？可这威武大将军不愿意接见我呢。那就在这儿等。我还就不信，以本殿下太子之位的身份，他还敢置之不理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拿件常服，我要巡视军营。是。大将军。太子殿下，这威武大将军怎么还不露面？这会儿不会已经睡了吧？啊，那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，改日再来。闭嘴！就你是的。太子殿下，你说我们一直都没抓到这个李成渊，他该不会是真的逃回北齐了吧？那不正好？等我见到了威武大将军，就让他把李成渊给本殿下抓回来，然后凌迟处死。大将军，太子殿下，威武大将军出来了，快过去！威武大将军，终于等到您了，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李成渊，怎么是你？李成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还没走？太子殿下，看样子李成渊真的投靠了北齐，他出现在这儿，会不会对我们不利？怕什么？我乃大前太子，出使至此，自然是威武大将军的座上宾。就算我今天在这把他暴打一顿，那威武大将军还能为了他与我翻脸不成？这北齐军营经常会出现异将，这李成渊呐，又身着常服，依我看呀，现在估计连质子都不是，八成可能成为军营里的姘头了。李元胜，这里是大齐军营，你的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点，不然我不介意替李光教训教训你。教训我？你不过是在军营里被豢养的一个男宠罢了，以色取人的垃圾。你倒不如想一想，你那母后若是她泉下有知，见你这般可笑，岂不是得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呀？死！太子殿下，大胆！李成渊，竟然敢对太子动手！反天，真是反天了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叫威武大将军出来！威武大将军在哪儿？我要杀了他！那你猜猜看，威武大将军现在在哪呢？将军，大将军，您下令工匠打造的火器已经全部完工，请您前往过目。大将军呢？启禀穆统领，大将军出去巡营了。
去拿件狐裘，天寒地冻，别让大将军着凉了。是。我猜你，猜什么猜？李成渊，我告诉你，如今我是大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之主君东宫太子，而你不过是军营里的一个姘头娼妇。你敢动我，不管你背后是谁，也保不了我。太子，没错，看到这身滚龙袍了吗？我等了他10几年，如今穿在我的身上。你打的就是你大前太子李成渊，你胆敢如此放肆，可曾想过后果？没错，伤害太子，两国停战，陛下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到时候定会抓你回大前问罪。谁说要止战？这一次我要打到大前灭国！呸！李成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军营里靠着女人活着的废物。只要我大前愿意付出代价，随时可以休战。到时候我看你还有什么一仗？这仗止不了。将军，太子殿下，这下威武大将军终于出来了。李成渊，听到了吧？威武大将军来了！你一个姘头，胆敢妄言国事，我一会儿就让大将军处置了你！哦，你就那么自信，威武大将军会站在你这边？废话，我乃大前太子，而你只不过是他们的丧家之犬。我与你有别，只要大将军不瞎，他就知道该站谁。你呀，你还是天真。我给你次机会，现在下跪给我擦鞋，等到我打到大前国都的时候，会给你选择一种死罪。李成渊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待会见到威武大将军的第一件事，我就要让他按着你的头，给我下跪道歉。你想让谁下跪？乌云将军，你可算来了！不知威武大将军现在人在何处？本太子等到现在，足见诚意。不知现在可否谈上一谈？大将军，没错，劳烦乌云将军引荐一下。待两国议和，我们太子殿下绝对不会忘了您的劳苦功高的。没错，只要木英将军愿意引荐，我愿以大前太子之名起事，必有后报。后报就不必了，有什么话你还是亲自对大将军说吧。好。将军，边境风大，请您多备衣裳，保重身体。请大将军保重身体，大将军保重身体。什么？他是威武大将军？谢将什么挂念？起来吧。谢将军。不可能，乌将军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会是？此乃我大齐女帝亲封的威武大将军，节制三军，你有何疑问？你刚才不是要摁着我的头让我下跪道歉吗？姑刚才姑，在这里还敢逼称姑？殿下，小人遭了大谋，凡事以大局为重。殿下行事比人强，你忘了陛下的嘱托吗？儿臣愿立下军令状，誓死效命。没想到大哥竟是威武大将军，当真是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
我此次前来是为议和，两国交战，劳财伤民。若是我们能握手言和，大哥想要什么，尽管提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，我都能替父皇答应。哦，你能做决定？二皇子乃是我大秦的太子储君，当然可以替陛下议和了。条件我已经说了，我要他全胜，跪下擦鞋。李成渊，你别太过分！若是太子殿下答应不了，不如回去禀报一番。吴营，送客。几位，请吧。太子，大哥想要弟弟擦鞋，自然是无可厚非。只是你这军帐里好像没有擦鞋的布巾，不如这样，等议和之后，咱们再说。没有布巾，有衣服。我看你这身滚龙袍就不错。什么？你让我用滚龙袍给你擦鞋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大钱才穿上这身衣服，现在为了大钱却舍不得脱下，想弹就给我脱，不想弹就滚！这殿下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！大丈夫留待有用之身呐。好，我脱。李将军，现在可以谈议和之事了吧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挺战议和了？我说了，此乃灭活之战，不死不休。李成渊，你又出尔反尔，这又如何？我回去告诉李国，我要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大秦江山一寸寸被烧为灰烬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扔出去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将军，就这么放过他们吗？当然，我不可能让他们这么容易就死了。我要先收掉他们所珍惜的权力、名誉和所拥有的一切，再用他们的人头祭奠我的母后。陛下放心，此次太子殿下亲自出马，定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！没错，待太子殿下说服齐国，大秦休养10日，整顿军需，就不再怕他齐国来犯。袁胜自小聪慧，这议和之事啊，不在话下。有此麒麟儿，朕甚欣慰呀！陛下，太子殿下他们，陛下，父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儿臣办事不力，未能完成使命，还请父皇责罚。不，陛下，此事不能怪太子啊，要怪就怪大皇子。和谈之事是他搅黄的呀。李成渊，这议和之事和他什么关系啊？陛下，这次北齐大举侵犯，连攻数城，就是因为李成渊他做了北齐的细作呀！陛下，
大皇子他叛国了呀！什么？千真万确啊，陛下！我们3人前去议和，那李成渊不仅不念及手足之情，还公然欺辱太子，甚至扬言说，甚至扬言要攻击帝都，生擒陛下呀！放肆！放肆！这个逆子！父皇，如今北齐兵力正盛，我们倒不如先向大哥低头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大哥心中有怨，定是因为此前那事，儿臣愿再度出使，就算跪死在那北齐城门口，只要两国能和好如初，哪怕跪上10天10夜，也在所不惜啊！向他低头，朕乃一国之君，岂能向一个逆子低头？即刻修书给诸国传信，我大钱拿出3年的赋税，以供辎重，请诸国出兵攻伐北齐。陛下，3年税赋啊，陛下！休要多言，告诉诸国，只要拿下北齐，我大钱一成不要，朕只要那逆子的项上人头。陛下，秦国太子李元胜联合其他5国，正率10万先锋军向我大齐逼近。此事朕已知晓。陛下，此事皆由李成渊而起，臣以为应速速下令，让李成渊向前国赔罪求和。是啊，李成渊狂妄自大，竟敢擅自侮辱大前太子，必须让他给大前一个交代。李将军为我大齐连克前国10余城，战功赫赫，怎可让他出面赔罪？陛下，老臣以为前线战果皆是因穆将军骁勇善战，与李成渊并无关系。丞相所言极是，李成渊新掌大军，能有什么作为？定是他冒功领赏。放肆！在朕面前妄议有功之臣，你们都想掉脑袋吗？看来外界传闻并非空穴来风，想必是对李成渊情根深重，已然忘了国家大义。哼！陛下，这6国联军不可小视，若放有李成渊胡来，大齐基业恐将毁于一旦呀！那丞相以为如何？臣欲请老皇叔出战。将军，李元胜集结6国联军，我已知晓。那将军打算如何应对2件火器的数量造足吗？那便足矣。先别打扫京城，让6国联军轻敌大意，等一举灭之。那如何使他们轻敌大意？传令下去，将士们拿下据北城有功。今日大摆宴席，犒赏3军。是。报！王爷，派去城里的探子回来了，前方再有30里就是据北城了。那个李成渊现在在干什么？说。禀王爷，探子说，李成渊现在在城主府内大摆宴席，与将士们痛饮。什么？妈了个巴子，简直混账！大敌当前，他竟有时间饮酒作乐。一会儿见到他，本王便第一个砍了他的头。走。痛快！今日连战连捷，好久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了。就是啊，大将军还特意设宴款待我等，实在是受宠若惊啊！吾等谢过将军等，谢过将军。大敌当前，竟在此饮酒作乐，李成渊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末将参见王爷。参见王爷。这位是？将军，这位是萧远山萧老王爷。您初入齐国为质时，便是萧王爷带兵击退4国联军，保下了大秦。我曾经亦是王爷帐下一员，受其教导。原来是老皇叔。老皇叔，
久闻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晚辈敬你一杯。少来这套！妈了个巴子的，小子，你别以为老夫不知道，陛下让你一个外人掌兵，就是为了让你来前线借我齐国军威镀金，冒领战功。如今陛下此举已经惹得朝臣非议，没想到你是不知好歹，在此寻欢作乐，败坏军纪，简直荒唐！他就是李成渊，长得确实不错，难怪能把黄解谜的晕头转向，连军权都交得出来。老王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将军他……闭嘴！不要！连你都敢跟着他们沆瀣一气，你当我大秦军规是摆设吗？从现在开始，谁再敢为他说话，老夫第一个砍你的头！小子，马上把我大齐的治军虎符交出来，不然怎样？难不成老将军还想砍我的头啊？他妈了个巴子的！你以为有黎月那个丫头护着你，老夫就不敢了？非也，只是自古这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。老将军想要砍我的头，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理由啊？哼，理由？你暴领军功，惹得朝臣非议，明知我大齐军规战前不得饮酒，还大搞庆功宴、大摆宴席，更别说不落后宫当国本，这里面随便哪一条都够你死上几百回了。王爷，闭嘴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军权由我接手，即刻安排撤军事宜，一人一组，按时回朝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执行命令！王爷息怒，今日将士们连日征战，疲惫不堪，大将军设宴犒劳，也是为鼓舞士气。犒劳？荒唐！敌军压境，为将者何的酩酊大醉，来人如何对敌？老将军，这件事就不劳老将军费心了。末将自有手段。自有手段？若非黎月偏袒，你一个被赶出家门的质子，又何德何能坐上大将军之位？既如此，末将愿立下军令状，若明日不能大胜6国联军，请砍我头。你可知6国联合，陇宫至少有100万大军，光先头部队就有30万之众。老将军，若打仗仅凭人多，那河里的鱼虾岂不才是天下之主？好啊，军中无戏言。若你明日败北，休怪老夫无情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哼，走。本王累了，要休息一下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留下。那个将军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走哪儿去啊？萧宁，你是不是还想去中军前线溜达一圈啊？阿爹，我这不是想去看看那位战功赫赫的威武大将军究竟长什么样，能把黄姐迷成这样？胡闹！你黄姐是策令之婚，你也跟着瞎捣乱。那李成渊若有真本事，怎会被送来我齐国为治多年？可是我听说他连前国太子都敢揍呢，今日还立下了军令状，别说还真挺帅的。哼，这不过是莽夫泄愤罢了。如此行事，迟早会连累大齐。为父身兼陛下和朝臣的期望，到了军营，定要命他班师回朝。还有你，现在立马给我回去，这战场岂是你能来的？不嘛，阿爹，您就让我跟着看看，长长见识呗。哎呀，爹，你最好了，阿爹。罢了，大的小的没一个让老夫省心。记住，不准乱跑，不然出了什么危险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阿爹，我就知道阿爹你最好了。将军，前军来了。
糟了，这可是大秦的精锐虎豹骑，个个都是全国一当千的精锐。还是太子殿下厉害，三言两语就让六国集结起来，凑齐了30万大军，再加上咱们大秦这1万虎豹骑精锐做前锋，拿下李成渊，易如反掌啊！哎，况且我听说这个李成渊前几日就大摆宴席，庆祝什么军功，哼，没曾想他现在可是自身难保，真是可笑啊！这一次，李成渊难逃一死，本殿下定要让他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偿还。太子殿下，据探子来报，城内守军不足2000。好，李成渊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有种就别躲在城里当缩头乌龟。看这阵势，人数比探子报的还要多，足有万人，而巨北城的守军只有2000人，这如何守得住啊？李成渊，本王昨日让你退兵你不退，现在如何守啊？哎，老皇叔，稍安勿躁，我早已准备好了秘密武器，用来迎敌。秘密武器？这对面足有万人大军，我巨北城有2000人，就算是什么秘密武器也没有用啊！我叫萧宁，是陛下的堂妹，跟我父王一起来的。左爷见过。沐英在，命令火枪队出城迎敌。是。火枪队，这就是你说的手段？本王从未听说，我大秦有这么一支军队。此乃本将军所练的新军。新军？一支新军便能对抗大秦的精锐虎豹骑？当然，虎豹骑与本将军的火枪队相比，简直不堪一击，哪怕是100倍之差，也可以打得他们满地找牙。火枪队列队，出城迎敌。举枪！父王，你快看，这支新军的精气神不错，可堪一战。这火枪队共有多少人？目前只有500人，还在扩招新军。什么？区区500人？你竟然让500人出城迎敌？李成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可是大秦的精锐虎豹骑，就算老夫亲自带兵，在人数相当的情况下，也未必能胜。你竟敢如此拖大，还是说根本就没把我大秦将士的精兵放在眼里？李将军，要不我们先撤回城内，再从长计议。老将军，本将说过，静静等候便是。成渊还是那句话，如若战败，请斩我头。哼，好！李成渊，你是疯了吧？就派出这区区几百人出来送死，还是说你齐国没人了？啊！废话少说，有本事就来试试。好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虎豹骑听令，踏平巨北城，活捉李成渊。李成渊，你这是拿一城将士的性命当儿戏，500人如何抵抗李元生的万人大军？对付他们500人足矣。父王，你快看，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长短不一，形状各异的，看着好像是铁枪，但好像又不是。这就是你所说的秘密武器？此物乃是我近日研究所，名为碎发枪，威力无比。那你还不赶紧排兵布阵啊？不过是万人的先期部队而已，用不着排兵布阵。什么？荒唐！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么齐齐站着，岂不是让将士们送死啊？李成渊，死到临头，带我进城，我定当你千刀万剐！人军听令，冲！拿李成渊人头者，赏银万两！父王，怎么办？他们冲上来了！这次我要让大秦有来无回，完歼大秦精锐！开枪！开枪！快看，将你相信！
这是什么妖术？这是什么妖术？太子殿下，不好，我军死伤惨重，请赶快撤军。撤军！全军撤退！快撤！李成渊，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？蠢货！你给我等着！等6国大军集结完毕，你这种小伎俩撑不了多久。殿下快跑！大将军真是威武，仅凭区区500人，就让大前军队溃败了。是啊，大将军真乃神人。哇，李成渊研制出的碎发枪真是太厉害了！看那个大前太子落荒而逃的样子，真是狼狈。罢了个巴子的，此等战况确实令人意外。李将军，此战已挫前军锐气，应当见好就收，主动和前国议和，否则错过这个机会就难办了。议和？绝不可能！6国联军一不过蝼蚁，还没资格让我退兵。全军听令，整装待发。3日后，我要打入前国皇都。什么？要攻入前国皇都？没错，说过，这一战是灭国之战，不破前都，誓不回还。李成渊，你他妈！报，大将军，6国联军已集结完毕，兵力足有30万人，预计不久便会发动进攻。李成渊，罢了个巴子的，你听到了吗？啊！30万大军压境，你他妈拿什么抵挡？竟然还敢扬言攻入前国皇都！李成渊，你需要因为自己的私人恩怨，让我大齐的好儿郎们给你陪葬。王爷，我敬您是长辈，但此地乃是军营，军令如山，说能胜便能胜，谁敢落我军心，必斩！罢了个巴子的，你当老夫是3岁孩童吗？就算你的碎发枪厉害，但6国联军就算排着队，都能把碎发枪的枪眼堵上。你要是记得李越收留你的恩情，就该现在议和撤军。王爷息怒，大将军屡战屡胜，定有破敌之策。住口！沐英，你也是久经沙场，难道不知当年的4国联军是老夫军力2国之力，不知舔了多少条人命才堪堪抵挡？现在面对6国来犯，他李成渊却敢随便跨下海口，让老夫如何信服？穆将军，东西造好了吗？按将军吩咐，已全部完工。你又要搞什么花样？秘密武器？哼，又是秘密武器！老夫绝不相信，这世间有什么武器能杀得了30万大军？既然如此，老将军随我来便是。爹，成渊，你说的那什么秘密武器在哪里？该不会还是那什么碎发枪吧？碎发枪与之相比，不过萤火与之皓月。哼！哦，比碎发枪还厉害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些铁疙瘩能有什么用啊？难道比你的碎发枪还厉害？李将军，皇知道你会一些奇巧云计，但这些东西再厉害，也对抗不了30万大军。老将军，别说30万，就算100万大军在这里，也挡不住我这红衣大炮的威力。报！6国联军已抵达城下，正在列阵。这么快？来得正好，尔等且随我来，看如何破这30万大军。李成渊，走！
成渊，再给老子死出来！李元胜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嫌枪子吃的不够多吗？李成渊，你少得意！之前不过是我大意轻敌，现在6国联军的主力都来了，你就算有那几百杆破铁棍，也挡不住30万大军。待我破城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待我破城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李太子，听说之前这李成渊仅凭区区500人就打得你们落荒而逃，如今看着大齐的虎豹骑也不过如此。就是什么铁杆子妖术，莫非这李成渊会是一妖怪不成？诸位莫要轻敌，那碎发枪邪乎的很，射程极远，中者非死即伤。李太子怕是被吓破胆了吧？本将征战20年，什么兵器没见过？待我斩了那李成渊的项上人头，给你压压惊！李成渊，乖乖开城投降，本帅赏你条全尸，否则大军进城，鸡犬不留！扒了个巴子！30万大军兵临城下，你还敢图大呀？啊！老将军，你放心吧，这区30万大军，本将军定要他们有来无回。父王，我看李成渊如此镇定，说不定真的有把握呢。胡闹！当他是神仙下凡呐！他若真能靠这点兵力击退联军，老夫日后就给他当先锋。连李越的婚事，老夫也不能阻拦。老皇说，这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届时可不要后悔了。老夫一言九鼎。要真能打败他们，别说李越跟你的事儿，就是把宁儿嫁给你也行。别说李越跟你的事儿，就是把宁儿嫁给你也行。爹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李成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若开城投降，我便给你留个全尸；若是待我30万大军踏平这巨北城，那便是屠城，鸡犬不留。远，现在投降还来得及，30万大军可不是儿戏啊！母婴在，把我们的秘密武器抬上来。是。李成渊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你搬出这几个铁疙瘩，就想吓退我们吗？是啊，就这破水缸，难不成还能射出来东西不成？李成渊，你怕不是黔驴技穷了吧？以前你那破木杆射出的东西，速度快，射程也不易察觉。如今搬出这几个破铁疙瘩，生怕我们察觉不到吗？一群臭货！诸位不必担心，只要避开这大铁疙瘩射出的东西，那便不足为惧。既然如此，那还等什么？太子，下令吧！全军听令，斩下李成渊首级者，上黄金10000两，给我上！开炮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继续给我炸！炸到了，炸到
到了！他妈的妈！这老狮子大炮这么厉害！老王说，要不要试试？我来。哎，这红衣大炮好像厉害啊！哇，天呀，真是神器呀！李将军威武，李将军太威武了！好，好！王爷，这到手的军功不要，到时候可不要怪我。哎，妮儿，给爹爹！哎，爹，干嘛呀？爹，你干嘛抢我的呀？哎，为父今日要重振当年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雄风！不给！哎，谁让你刚才说不要的？哎呀，那快点来，给我，给我！来，继续装弹，给老夫再来一炮！袁绍，你不是说剧本上兵力薄弱，不堪一击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场打不了了，这场打不了了！快撤！快跑！快跑！想跑啊！哼，打着，给我追！快，给我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哎，王爷，穷寇莫追。你不懂，这时候要一鼓作气，直捣黄龙。爹爹，你不是要让李将军撤军的吗？撤军？撤什么军？一敌七，优势在我。哎，李将军，只要你给我一支火枪队和一支炮兵队，最多3，不，最多2日，本王一定杀入大秦皇宫，给你报仇，怎么样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陛下，前线急报，6国联军已兵临巨北城下，兵力足有30万之众，形势危急呀！什么？30万大军？我大秦危矣呀！这么多呀！战事未明，众卿何必自乱阵脚？陛下，此事皆因李将军而起，要不是他非要与前国死战，又怎会招来6国联军的反扑啊？是啊，如何是好？会这样？够了！啊！朕说过，攻打前国是朕做的决定，朕会全力支持李将军。陛下到了此时还执迷不悟吗？老太师年事已高，何必亲自来朝啊？若非陛下色令智昏，冥顽不灵，老臣又何必亲自前来啊？那个李成渊不过是被大钱赶出来的质子，被复仇蒙蔽了心智，陛下就不应该让他掌兵。李将军战功赫赫，就算是老太师，也不该妄议。朝廷上下谁人不知前线战功乃木鹰所见？那个李成渊不过是盗用了功劳而已。陛下，如今应当见好就收，召其回国，否则只会酿成大祸呀！陛下，老太师所言极是。当年面对4国联军，老皇叔尚且险胜，如今6国来犯，兵力悬殊，再加上李成渊的拖累，此战我军必败啊！还请陛下及时撤军。丞相所言极是，请陛下撤军，保全我大齐将士。请陛下撤军。住口！尔等身为朝臣，不思为国分忧，反倒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家威风。朕再说一次，朕绝对相信李将军可以击退6国联军。陛下，若执意为了一己私情置大齐江山于不顾，那就休怪老臣不客气了。老太师，你待如何？来人，替我大王金鞭！啊，
老太师真要下犯上吗？不可呀，老太师，你冷静些。陛下虽受外人蒙蔽，但自身并无过错，不可轻易废黜啊！让开！先帝亲赐大王金鞭，上打昏君，下打佞臣，就是想在万不得已之时，让老臣出面匡扶社稷。今日陛下若不改弦易辙，那老臣今日就替先帝教训你这执迷不悟的君王。是，无罪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老臣今日就废了你这个君王，另立明君。800里加急，前方军情送呈陛下。800里加急，前线定是出了大事了，还请陛下早做应对准备啊！800里加急，800里加急！陛下，前线800里加急军情送到。看到没有，陛下，诸位，800里加急的军情，你这是要成为大齐的千古罪人呐！够了，无论是何结果，这都一力承担。启禀陛下，威武大将军李成渊重创6国联军，在聚北城大获全胜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6国联军10万精锐，怎会如此容易溃败？定是那老皇叔指挥得当，才守住了聚北城啊！是啊，纵使老皇叔用兵如神，沐英骁勇善战，面对6国联军，绝无可能大胜。你的情报可属实，若是向陛下谎报军情，那可是欺君大罪。启禀陛下，战报详述，李成渊将军以独创火器，大破6国联军，歼灭敌军5万，俘虏3万，6国联军全军溃败，前国太子吕元胜丢盔弃甲，仓皇逃窜。哎呀，天佑大齐！此乃天佑大齐啊！李将军真乃神人也。朕就知道，成渊绝不会令朕失望。陛下，前国大臣吕威代表6国前来求见，现已在宫外等候。宣。参见齐国陛下。尔等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陛下，6国愿与齐国议和，献上城池10座，共计70座，换齐国退步。70座城池，这可是大齐将近1半的土地啊！是啊，此乃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不过，6国有一个条件。是何条件？陛下必须罢黜李成渊威武将军之职，并将其押送至前国，交由我大前处置。用1个外人换70升疆土，这着实不亏啊！可不是嘛，陛下不能不答应这座城池啊！是啊。陛下，6国此番条件与大齐有利，还请陛下三思。是啊，陛下，李将军虽然功不可没，但他始终是个外人，不如传朕旨意，前方战事一切由李将军做主，若要死战，朕亦全力支持。什么？什么？报！大将军，前国太子李元胜来访。李元胜，他怎么还有胆子敢来？6国使者必至，定是前来求和。看来被李将军的红衣大炮给打怕了。丧家之犬，让他滚。是。李成渊，使臣来访，你却视而不见，你未免有些太无礼了吧？李元胜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擅闯我的帅营？
是嫌自己的命太长，还是嫌我李成渊的剑不够快，杀不死你？给我个理，不然下一剑必死。李成渊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这是天下共知的规矩。今天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便是与六国结下不死不休的血仇，天下共讨。规矩、血仇、天下共讨。李元胜，你觉得我在乎吗？若是天下与我为敌，那我便躺平这天下。李将军，稍安勿躁，先听他把话说完，看看这个败军之将带来什么消息，再做处置不迟。还是萧王爷明事理啊！这次我大前来，确实是给你们齐国送来了一个喜报。昨日，我大前使者已经抵达你们齐国，为了求和，给你们女帝提了一个她无法拒绝的要求。我等六国为了求和，愿意割舍城池70座，献于你们大齐。但是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将李成渊这个叛国贼给我绑了，交由我大前皇帝处置。什么？这70座城池？没错，70座。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，只要你们大齐女帝她不蠢，想都不用想，应该立马会答应吧。李成渊，这次我要你众叛亲离，你必死无疑。李元胜不过是割地求和，竟然也被你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，还真是不知廉耻。李成渊，等女帝的圣旨一到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二皇子殿下说的没错，如今六国可是下了血案，只要女帝的圣旨一到，立刻将这个叛徒李成渊押回大前，千刀万剐。70座城池，这条件确实能引发朝廷动荡。李将军，我知道皇姐钟情于你，但断也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就置齐国于不顾吧？这战事怕是真的要停了，你赶紧去想一个立身之法吧。将军，末将和你一起回去吧，将你的战功在朝堂上一一禀明。我相信陛下是不会亏待有功之臣的。不需要，我相信陛下，他可不会像李氏皇族一样辜负忠良。李成渊，事到如今你还在装腔作势，你该不会是怕被身边的人先捉了去，回去领赏吧？哼，若是女帝因为你一个人放弃70座城池的话，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圣旨到！来了，李成渊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女帝有旨，威武大将军听宣。陈灿，奉天承运，女帝诏曰：与六国联军一战，万事皆由李将军做主。若要和齐国死战到底，陛下定以举国之力，全力支持。钦此。什么？臣谢主隆恩。你们大齐皇帝是疯了吗？他李成渊一个大钱的人，身上流着大钱的血，竟如此让他拥兵自重。女帝有令，见此玉玺，如见女帝。李将军，请接玺。哇，皇姐竟信任李将军到如此地步。
臣李承渊在此起誓，不破敌国，誓不还朝。太子殿下，现在怎么办？陛下为了这次和谈，可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才跟其他5国谈成，咱们要是办不成，回去必挨重罚呀。你不是自视甚高吗？你敢不敢跟我的人比试一番？3局2胜，若是你输了2场，就休战议和，怎么样？太子殿下，李元胜，现在局势优势在我，你这个凭什么和我谈条件？现在给你只有2条路子，要么全部投降任务处置，要么我把你们全部都杀光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回来了。啊，快宣！宣太子觐见。父皇，父皇，这是怎么了？议和之事如何呀？那女帝拒绝了我们的条件，她宁愿放弃70座城池，也不肯交出李承渊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个北齐女帝为了一个质子，70座城池都不要，这简直不是疯了吗？难道李承渊真的有这样的魅力？不仅如此，那李承渊还放言说，要么我们全部投降，要么把我们全部杀死啊！什么？逆子？谁是个逆子？当初就应该掐死他！好一个李承渊！父皇，如今李承渊手握重兵，他又有齐国鼎力支持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明的不行，我们就来暗的。这是江湖血杀令，持此令来者可调动杀手榜前10名的杀手。陛下，此令乃是我大秦最后的底牌呀！当年您不就是够了？他李承渊不死，我大秦永无宁日。元胜啊，此事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把他的项上人头给我拿回来。诺。李承渊，最想让你死的可不是我。太子，人都找来了。你们便是杀手榜前3的杀手。不错，在下幽冥阁阁主叶无痕。血煞派掌门血神，断魂楼门主毒心。既然是顶级杀手，想必武艺冠绝江湖。当然，除了早就消失于江湖的逍遥2仙，我3人至今无一败绩。逍遥2仙，你们江湖人取绰号还真是风雅。既然那2人已销声匿迹，那岂不是普天之下你们3人无人可敌？不错，太子殿下，此3人可是江湖上闻风丧胆的顶尖高手，并且从未失手过。而且为了这次行动，他们还特地召集了门下弟子，共计100余人，定能万无一失啊！好，很好。那这次除了李承渊，事成之后，孤必有重赏，再将你们收入东宫，效力朝廷。定不负太子殿下所托。
是你。你这个人是不是背后长眼睛啊？偷袭你都能被发现，快松开我，疼！郡主深夜到访，所为何事？白天见你拿到玉玺，我就是好奇皇姐为什么那么信任你啊，就想来问问，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你就这么想知道？当然。什么？你和我皇姐就是传说中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逍遥二仙？逍遥二仙从来都是以蒙面示人，无人知晓其身份。原来就是你们俩。那我皇姐生病卧床的10年，都是跟你一起闯荡江湖，浪迹天涯了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怪不得皇姐那么信任你呢。那我皇姐当初斩杀权臣，荣登帝位，是不是也有你的暗中相处啊？那你的这一身武艺到底是跟谁学的呀？娘，渊儿，渊儿，我们沈家乃是初代武林盟主的后人，如今虽入了宫门，也不能忘了传承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那个郡主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好吧，那今天的睡前故事就先听到这儿吧。小心！找死！大将军，有刺客偷袭军营，已有多名将士遇袭。大将军，末将来迟了。郡主，忍忍，无影。说，是不是李元胜那个畜生派你来的？还有如何？李成渊，你敢杀我们江湖榜上3大首领，你就等着无穷无尽的报复吧！届时，江湖杀手榜倾巢而出，必将你碎尸万段。如你阁的杀手，个个杀人如麻，你完蛋了！杀人如麻！区江湖草莽也敢威胁本将军！本将军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叫杀人如麻！穆统领，末将在。你起兵吧！本将要马踏江湖，灭尽杀手榜上所有小角！妈了个巴子！你儿呢？你儿怎么样了？伤得重不重？王爷放心，郡主已由军中良医精心医治，并无大碍，只需静养。好，妈了个巴子！究竟是何人敢伤本王的女儿？岂有此理！本王要屠尽他全家，一个不留！是李元胜，昨夜潜入了3个门派的首领及其爪牙，已经被我当场诛杀。这还不够，本王还要……大将军，血煞派山门已被我部攻破，已全部歼灭。好，雷厉风行，好快的速度！报！大将军，段不楼老巢已被我部捣毁，全部抄斩。报！杀手榜大总营幽冥阁总坛已被我军主力尽数屠尽，不留活口。
好，好，李将军，这才叫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。李将军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原本打算在战场上和他一决胜负，想到他居然如此无耻，那便怪不得我了。我要让他们清楚谁才是这江湖真正的主人。传我命令，派人刺杀大前所有将领，再整顿大军，准备发起总攻。今夜我要打上前国皇城，攻破前国皇都。诺。杀手榜前3的杀手，3大宗门的门主，有他们的联手，李尚渊的人头想必已经在路上了。全凭陛下英明，就算那个李成渊打胜了又如何？历史都是胜者书写的。父皇，儿臣提议为李成渊的死干一杯。好，干杯！报！陛下，大事不好，刺杀失败，4大门派的首领全部被杀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4大门派高手如云，怎么会？千真万确！李成渊现已亲率大军兵临城下了。父皇，怎么办？慌什么？朕还有10万禁军的精锐，就算他李成渊兵临城下，又能如何？哎，太子殿下，您不用担心，陛下说的没错，皇城固若金汤，就凭他李成渊，这辈子都休想打进来。就算李成渊孤军深入又如何啊？等其他5国反应过来，前来围剿，他就退无可退了。传朕旨意，全城戒严，死守皇城。等援军一到，就是那个逆子的死期。诺。别杀我，成渊！别杀我！我可是你爹呀，成渊！成渊！还好什么？父皇，你终于醒了，可让我一阵好等啊！李成渊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真的禁军呢？李将军，姚群，你敢背叛朕？背叛？父皇，你莫非年龄大了，脑子也不好使？这姚统领乃是我母后艺术培养的心腹，当年若非我母后倾尽身家之力，就凭你也配坐上这龙椅？放肆！朕乃真龙天子，天命所归，何须靠一个女人？真龙天子，一个连枕边人都能杀害，连亲生儿子都能毒害的畜生，也配谈天命？朕乃一国之君，大前8境36省都在朕的肩膀上扛着，朕为了朕的江山，做什么都是对的。父皇啊，父皇，你还是冥顽不灵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要让你眼看着你放不下的江山是如何依偎于我。这龙椅，我想做便做。你个畜生！把他给我押入天牢，静候处置。诺。别碰我！报，大将军，李元生已趁乱逃脱，现已不知所踪。李成渊，你以为就这样完事了？只要元生还在，等他逃出去，已经逃出去了，必定会联合6国卷土重来。届时你就是瓮中之鳖，无处可逃。带走。大将军，
末将带人搜遍全城，仍未找到李元胜踪迹。城门口可曾有人出入？姚军已命人封锁城门，严加盘查，绝无逃脱可能。李将军，李将军，这老贼躲在内务府的密室中，被老夫给揪出来了。李将军饶命啊！李将军饶命啊！李威，李元胜现在何处？下官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哎，我说，太子，李元胜，他在京城地下秘密建暗网，那具体位置只有他跟赵高知道，下官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大将军，若李元胜潜伏在暗处，恐对你不利，需加强戒备。没错，这次阴险狡诈，定会伺机报复。老夫就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揪出来。传我令，即日起，立马请女帝来到大前国都，封赏3军。大将军，若此时让陛下入京，太危险了。李将军，就算是要论功行赏，也应该等凯旋之后啊。李将军，可要三思啊！李元胜未除，万一狗急跳墙，与你和陛下不利。狗急跳墙，我这是引蛇出洞。前线战况如何了？陛下，前线大捷！李将军率军攻破前国皇都，生擒前国皇帝李光。是人有我国呀！李将军真乃神人也呀！此战大胜，全赖陛下慧眼识珠。陛下，老臣惭愧，未能识得李将军之才。如今看来，陛下高瞻远瞩，李将军确实是举世无双之将才呀！李将军为千里马，陛下为伯乐，缺一不可。此乃大齐之福也。是啊，陛下，李将军还有一封信。信中说了什么？李将军请陛下亲临前国京都，封赏3军。程远，这一天，朕已经等得太久了。殿下，探子来报，齐国女帝5日后将抵京，与封赏台犒赏3军。好，李承渊，姑这次就将你和女帝一网打尽，一雪前耻。奉天承运，女帝诏曰：威武大将军李承渊率军攻破前国皇都，生擒敌国皇帝，功在社稷，特封为镇国公，赐黄金万两，府邸1座，母婴骁勇善战，辅佐大将军屡立战功，封为护国将军，赐良田千亩。萧远山老王爷年迈仍亲临战阵，功不可没，封为秦贤两国兵马大元帅，享双凤。姚军弃暗投明，助我军攻破皇都，封为羽林军统帅，统领原前国精锐。钦此。臣谢主恩。要谢，就等着去阎王殿谢吧。李元胜，你果然来了。
李成渊，你以为你会赢？今天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陪葬！李元胜，你机关算尽，却始终明白不了一句话：邪不胜正。闭嘴！这大千抛弃的废物也有资格教训我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已是九五之尊。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。夺走？你又何曾庸武？靠阴谋诡计得来的，终究不过是泡影。放你娘的屁！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？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瓮中之鳖。瓮中之鳖，你说的没错，但这个鳖是你，李元胜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算计的天衣无缝。天衣无缝？我只不过是想引你出动而已。姚将军，把他给我拿下！落！全完了。陛下，罪人李元胜已捉拿归案，请陛下和大将军定罪。李成渊，你竟然敢动我！我劝你最好把我放了，否则我要你不得好死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敢这么猖狂？那是因为我还有最后的一仗。报！陛下大将军，其余五国皇帝已集结最后兵力，共计80万大军，兵临城下，已包围皇都。什么？没想到吧？我早在行动之前就写信给了五国皇帝，让他们集结最后兵力。在今天，里应外合，就算我失败了，你们也无路可退，等着给我陪葬吧。我早就说过，就不应该冒险来到这个前国皇都。今五国联军兵临城下，陛下如果有什么不测，老臣如何向先帝交代呀？李元胜，你当真以为我会拿陛下性命开玩笑？就算是五国联军打过来又怎么样？我已尽有应对之策。妈了个巴子！我就知道你小子料敌先机，肯定有退兵之策。还装腔作势！五国联军10万之众，你拿什么打？不信，那你就看着吧，看我怎么击溃这五国联军的。传令下去，大开城门，放五国联军进来。怎么这样啊？万万不来！你真是你疯了，李成渊！你疯了，李成渊！你这是把陛下还有满朝的文武拿去送死啊！陛下，五国联军80万大军，若放他们入城，我等必死无疑呀！请陛下三思！请陛下三思啊！李成渊，你的妙计该不会是投降吧？你说的如此冠冕堂皇，难不成还真是个贪生怕死之徒？陛下，请再相信我一次。沐英，在，按李将军说的做。诺。陛下，您这是要把大齐江山拱手相让啊！哎呀！报！敌人大军已带兵杀入城内，直逼皇城。这下全完了！救命啊！这不是。程渊，终究还是输给了我，而你们都要给我陪葬！继续大开城门，放他们进来。皇城
那是最后一道屏障，若是失守，陛下性命难保啊！朕相信李成渊。报！吴国皇帝已攻入皇城。80万大军攻入皇城，我等皆成刀下亡魂呐！穆统领、姚统领，依计行事。落。李成渊，人都打到城门口了，你还在这装神弄鬼？难不成你是想教我们如何投降的体面一点吗？啊！李元胜，知道我为何杀你？你威胁我也没有用，大军是不会撤退的。撤退？这一次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而我杀你，就是想让你亲眼看着你所有的妄想被我碾碎。将军，五国联军已全部进入宣武门，但都在争做率先冲入金銮殿的头部先锋，似乎已有内讧。就是现在，传令，让皇城内的所有火枪手关城打狗。诺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。陛下，大将军，此乃大梁皇帝，五国联军统帅，其余4国皇帝皆成刀下亡魂，还请发落。天佑大旗啊！此战大胜，李将军功不可没。是啊，算上前国皇帝、6国皇帝皆成阶下囚，此乃千古不世奇功啊！李将军真乃用兵如神呐！先是诱敌深入，再令其自相残杀，最后伏兵尽出，一网打尽。老夫心服口服。太师，看来你还没有老眼昏花。李将军，吴国愿交出兵权，俯首称臣，尊齐国为天下共主，只求饶我等一命。成渊，此事由你定夺。拖下去，一并砍了。这天下只有一个皇帝，那便是齐国皇帝。诺。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你要干嘛？大前太子李元胜，皇帝李光，昏庸无道，残害忠良，毒杀先皇后，二人十恶不赦，大蜀天牢，择日问斩。成渊，天下由你平定，如今还剩一件你我之间的事，待你同意。我们？什么事啊？这是龙凤袍。陛下，您这是要……成渊，你我共历生死，携手并进。如今大业已成，朕愿与你共享这万里江山，你可愿意？哎呀，是啊，好事啊！请恕臣不能接受。什么？哎，这为何拒绝呀？啊，这怎么会这样啊？李大哥，我皇姐对你痴心一片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为何不要好
不到的短暂。与其共享着大好江山，不如去游历大好江山，做一对神仙眷侣，像我们当时勇闯江湖那样。陛下不可！若陛下退位，皇室无后，江山社稷何以为继呀？这个简单，先生几个大胖小子，再让老皇叔当社长王辅政，等孩子们长大了，我们便可放心离开。这也不是不行啊！谁要跟你生？这件差事，老夫接下了啊！你们尽管去游山玩水，朝中有我。